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在家会主要来看马可福音14章32到65节，主题是灵魂的闹钟。我们先来看金句，他又说要警醒祷告，免得陷入诱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的。马可福音14章38节。经文分为3个部分。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心灵交战。第二部分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被捕。第3个部分是耶稣被带到公会面前来受审。一个属灵的人在面对危机的时候会有怎样的表现？如果他祷告又会怎样祷告呢？上帝的儿子在面对危机的时候又会怎样表现？会怎样祷告？从逾越节的筵席一直到客西马尼园，耶稣逐渐走向被卖的时刻。面对这样，耶稣惊恐起来，极其难过，因为即将临近的迫害和死亡而产生的恐惧。这是马可福音对耶稣的描写。客西马尼其实是压榨橄榄园的地方，压榨橄榄的地方。那耶稣就好像是那个被压榨的橄榄。耶稣此时的祷告是挣扎如何在艰困的危机当中走完十字架的道路，他并非是为了自己的问题而祷告。求你将我的杯撤掉。耶稣说的杯是他将临近的死亡还有这些的困境。当我面对困境的时候，你是会如何祷告？是像耶稣说求你将我的杯撤掉，还是有然而呢？你会说不要顺从我自己的意思，只顺从天父的意思。回顾2000多年前客西马尼的这一幕，我们看那个很戏剧化的夜晚，大祭司、文士、长老都聚集在花园里准备捉拿耶稣，但是花园太暗，必须借着某种记号才能够知道是要抓谁。所以这个背叛者犹大，他就选择用亲热又可怕的记号，就是亲嘴。亲嘴在那时候是表示迎接拉比中普遍的一个表示尊敬的意思，正如今天我们握手或者是恭敬的礼仪。犹大可能顾虑到在客西马尼有光线不是很明亮记号可能不清楚，所以他用连连亲嘴来表达要捉拿的对象。那或者是他做贼心虚，他用这样的一个热情的动作来掩饰他出卖耶稣的心机。不管如何，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可以说是人性最卑鄙的一面。从公关福音的这个书信里面，我们看到捉拿耶稣到审判这一段记事，道出了耶稣受难已经逼近。这个审判分为2次，第一次是宗教性的，就是这些犹太领袖来做这样的审问。第2次是民事上的，就是主审是彼拉多，那在清晨来主持属于正式的判罪。当大祭司来审问耶稣的时候，他们想要假造这一些的证据来陷害耶稣，就是要让他在彼拉多面前这些证据能够被采纳，但是他们的证据都无法来对证。于是呢，他们就煽动群众做假见证。耶稣此时他是用沉默来面对，但是当大祭司问耶稣你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基督，耶稣说是，而且预言他们将看见人子要坐在天父右边，然后驾着云彩降临。当耶稣勇敢的面对临到十字架道路，我们是不是像这些门徒在那边沉睡？主的话提醒他们，就说应当警醒祷告，免得陷入诱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是软弱。
但愿主的话深藏在你我的心，免得我们得罪他。我们来默想，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，我们是如何祷告呢？是向耶稣说：“求你将我的杯撤掉。”还是有然而，你会说不要顺从我的意思，只顺从天父上帝你的意思吗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上帝，谢谢你借着耶稣的受难，让我们的罪能够得赦免。我们看到耶稣他愿意为我们付上代价，顺从天父的心意。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能够学习耶稣只顺从天父上帝你的心意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